各位评委们、各位老师们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！我叫约书亚，我是鲁安大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。今天我的演讲的题目是“天下一家”。天下一家这个概念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。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把世界叫做一家。实际上，在家的人很开心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他跟爱的人在一起。有问题的时候，他能够获得别人的帮助和支持。我知道我们都有不同的国籍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肤色、不同的经济水平等等。要是你认为这些方面不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家庭，那么你错了。无论我们来自哪里，说不同的语言，但是只要我们听懂对方，互相支持和帮助，我们可以共同生活，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家更美丽。天下一家让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困难，这些困难包括灾害、空气污染、不同的疾病。目前实际上出现了新的病毒，它叫新冠病毒。新冠病毒是今天面临的最大的灾害和问题。非常感谢其他国家提供的帮助，尤其是中国，给欧洲、美国和有些非洲的国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。这是合作的标志，并且这种做法确实值得我们学习。天下一家，随着科学技术发展，我们的地球不仅变得越来越小，也让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好。你看，地球已经成为了一个村。交流的方式我们有很多，你可以打电话，可以发电子邮件，可以发短信等等。这些交流方式让我们即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，还会愉快交流，这样让我们拉近彼此的关系。天下一家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更加幸福。我们可以和不同地方的人一起学习和交流。天下一家，让我们和不同的国家进行交易。天下一家也可以帮我们一起和共同发展和进步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我的演讲结束，谢谢大家。